弟兄姊妹平安，每日灵修，遵行主的教导，彼此相听，无要论断。马太福音7章1节，恁毋通论断人，免得恁被论断。约翰福音13章34、35节，我赐予恁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恁彼此相听。我怎样听恁，恁也要怎样相听。恁若有彼此相听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恁是我的门徒了。有一位先生陪太太伫周末去看画展，由于伊的近视真悬，所以欣赏起来真慢。太太已经看完了，怎样也无看到丈夫出来，就倒转去找伊。原来伊正徛伫遐大声的批评，这幅图画太差了，你看，这上面的人头尖尖的，目细细，鼻也扁扁，简直袂像一个人啊！伊的太太行近一看，心急了，赶紧拖伊的手往外行去。好啦，你莫吵啦，迄个毋是话，是一物件啦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咱批评别人的时阵，往往忽略了原来家己也是有同样的毛病。当咱批评论断别人的时阵，先检讨反省家己是毋是也是安尼一般呢？咱三甲祈祷，阮伫天顶的爸，求你光照阮，互阮无随意批评论断别人的短处甲错误，而看到家己的软弱甲败坏，除去咱目睭中的圆牙叉，互咱会通以爱心对待人，有包容接纳的态度。因为主耶稣正吩咐咱要彼此相听，互人看到咱的好的行为，就知影阮是你的门徒，归荣耀予你。阮安尼祈祷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